學賢同學，我知道校長都有嚟嘅，有請東華三院周燕生小學校長一同上台接受。哇！好靚啊！陣間嘅表演一定好精彩啊！多謝陳同學，同時亦都多謝陳處長以及陳議員為我哋頒發，請各位會座。繼續有請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女士上前為我哋頒發，並由新社聯葵青地區委員會主席、葵青區議員潘志成先生 BBSMH 陪同上前為我哋致送感謝狀。有請東華三院周燕心小學舞獅隊上台接受。多謝舞獅隊，同時多謝陳議員及區主席為我哋頒發，請各位會座。接落嚟有請立法會議員、葵青區議員郭培容女士 MH 上前為我哋頒發，並由葵青發展義工